奇珍禱告第三部分，幫助我們勝過仇敵，心靈釋放的禱告。主啊，懇切求你捆綁、驅逐魔鬼與他一切差役，一切邪靈污鬼遠遠的離開我，絕對唔准佢哋絲毫挨近我、干擾我、試探我同埋控告我。如果當中有你所容許嘅，求你藉聖靈喺各方面最大嘅幫助，聖靈驅退佢哋，聖靈開我心眼，聖靈啟示你喺我心中，聖靈加給我力量，並你各方面最大嘅幫助。你斥退佢哋，你嘅保護，你嘅開路，使我得勝一切有餘。你更加絕對唔准佢哋傷害我。懇切求你救我脫離一切嘅惡人、一切惡者和那惡者。阿爸，求你差派好多大能嘅使者喺我四圍安營，保衛同埋保佑我。主啊，感謝你使萬事都互相效力，叫愛你的人得益處。求你使我哋永遠不發怨言，凡事謝恩，作感恩的人，又彼此饒恕，像你饒恕我們一樣。